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今日节目一开始，我带大家去到推动慈善的复兴社区。这家嘅居民由阿米草、行人同好多人，本单位到水队功夫过后改名做复兴。现正清朝米奇同日本书的万乃路系花草，阿米草人如屯这家嘅很多奇怪。一群对都市来的大学生，今年暑假去到复兴社区驻村，伊能够做硬体空间。学社区嘅历史人文，同老人家新年嘅告别，同社区带来唔是有过嘅触及，也大帮人呢睇资讯媒体创意社区规划，也按到两位的专业，复兴社区韩国许多人的注意，向前也重新来看人的社区，面向南北是点样来发展。一群后生嘅唔单止快乐嘅社区，未发现人能对一个重度嘅因为有感情咯。本来想讲来两张嘢听听。更加是感觉讲，如像系复兴社区嘅居民穷用嘅。市区新工大學都市計劃內老北教大嘅學生啊，用法拍嘅舞蹈點出後生訓練，撇出兩張嘢。記得地區上向復興社區主村，發揮專長參加社區事務，美學財田文化，希望大本了咗成種頭，GCC 冇窮肉。復興係中甲當年所圈嘅成種頭，最早係8公元前由恆春阿妹厝塞來2塊錢。我爺爺16歲，他是從恆春過來，就翻山越嶺啊，跟着那個山這樣往台東地方過來，然後他本來是居住在那個都蘭，然後又那邊太多人住了，他們又翻山越嶺過來這邊。透過了位萬乃係花草，屬於阿妹村人就講了大個按道之瓜。以前我們原住民啊，這個還沒有開墾以前，這個滿山都是啊，這個整片都是這個通草。然後因為它長得很像木瓜，所以我們原住民就叫它吉瓜，吉瓜就是木瓜的意思啊。32年代被葡行人就塞來了，因為復興單單是天，行人注重種米嘅工期，水稻來獻兩位。種米我哋冇挑白冇愛弄機，我哋就用個水啊，種一桶水。你變白米，水咪時間咪夏天嘛，夏天佢咪翹啊，上翹啊，安尼佢做內我哋就噴牆，背牆，是拿來煮那水袋。社區總幹事陳禮平96年轉到復興，行高中頭當咗回收，發現移動問題。日本年接嚟社區總幹事，從上嚟運用嘅老師傅、別譜豐富嘅經驗帶來復興。所以佢宣傳嚟初期公土省，爭取台專省非主計劃，讓為鐵學生兒帶來社區。因為很多人10個會造成社區一個大那種影響會很大，因為本來是一個很安靜、很平穩的社區，突然有一群小朋友來駐村，我那時候想說他們會覺得，為什麼有那麼多小朋友這樣？然後我想說不管啦，做了再說。所以兩隻撇除復興社區加嚟一道後生經，對啲藝術財田文化係挑戰項為做嘅。要家己賣哦，即馬工課就唔免啦。牛六目屎呢？你個牛嘛是交人共款啊。我伊六目屎，咱看到嘛唔甘啊。唐領阿伯姑講人挑過享有個來天嘅鼓，90歲嘅張元相，專為大岩要個50萬，做嚟2條大水牛，還自家設計出嚟當腰錢。因為當然有咁錢嘅東西啦，嗬，所以呢啲唔盤得，所以我講話冇啲牛咧，日本種呢啲參觀，而兩三廠我窮下學人唔會啦。你拍啥你學一條，我學一條，看到其實佢而家去抽牛嘛，其實唔對。專為生詞做聲音注意，透過做農業兩條法圖，當腰錢未會參加人出。人家農業是生詞啊。哦，行，一下子要上釣，因為上釣啊！多人可能會上釣，叫做上釣啊！哇，我去，跳，哎呦，哦，
吼，安尼对了。好无？你就讲嘛，若无当去当真了。安尼知有无？你唔免哭，一个哭着。小拍。唔好啦，你拍过唔好哭啦，唔好哭安尼啦，好啦，吼。就是2只牛斗起来，然后所以牧童其实是要劝，就是把他的牛拉走，可是后来拉不走，然后所以他们2个就开始斗起来。學本法係做孫間之後重點，啲講咗學生兒為學得了解，阿爸姑咪當分喜。一苦落去，你查某囡仔面頂坐，徛牛啊！哦，叫伊甲苦嘞，叫一後面苦落啦，後面苦落，徛牛，吼。我要上去喽。哦，好，我爬起來，好，你就對啦，對不，好，嘿。他可能有时候一开始来的时候想说不知道是谁，然后可能一开始脸会有点臭，只是之后你只要跟他讲说你知道学这个，然后就会像今天一样，就是很愉悦的跟我们讲说这个斗牛症的文化，然后还有他以前为什么会有斗牛症。連食材咪係一種走盼，下啲書記參加過倡導農村歷史咪重新半年來認識，出場係半年按照一掛嘅花草，其實就基本單輕人出面，其中一項前緣來路。我们去山上的时候会挑比较直的树，那大概在我的身高左右，再高一點點的樹就可以。那个年大概是2到4年，2年到4年的樹里面的那个心是最大的，它还不会被木質化。花草大仙出場係普利浪形容，演出面為老先痛出嚟過後，那件賣揾到錢。当着那个原住民插线的啊，有的就拿出去卖钱啊。為到一攞花草記之春下去，學生兒除了種花草來發展沙氣特色，未大啲小朋友落老人家橋下搞花草，做手工藝品。這邊長頸鹿啊，然後這是水牛，然後還有他們做的一些樹，然後這個是在講說豐年祭的時候，阿公阿媽就做他們穿豐年祭的衣服，然後在跳舞的樣子。學生兒做產業挑菜世界，發現了花草對沙氣就幾重要，所以注重花草做主攻，將會做出很難得的東西。如果社區要發展一些產業的話，就是我們不可能只用它的自己採集而已，那我們一定要讓它變得有一些產能，這樣。所以除發展的兩隻公旗包，地圖各種材料都有，然後咪做得發揮想象力來搞花草。第二文化從這概念，農村咪就嚟下到新式嘅東西出來，加練各種方式為大家行業是復興。明信片就係一招重新嘅設計。做田的都是一些爺爺奶奶，然後他們很辛苦，可是就是收入也沒有很高，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提升他們的收入？我們就想做精緻的農產品的包裝。結合客家人部演出民土體，展現動員體系，每家業田國面團也都日常元素。明信片這方面有持續包嘅概念，而家做得幾種不下享受。那這方面每穿他沙起老人家，睇叫個夢人之體，增加鄉嘅心情。傳遞給游子，就是對他們的思念，然後也可以跟他們說，就是有點像是讓他們回味家鄉的味道，然後可以傳達，就是長輩就是很盼望着他們可以回來。兩套明信片已經宣傳整理，為沙起發展產業帶來新嘅機會。還能難為住做學生嘅，是係為沙起建築苗路上升鋪路高，透過苗路力量為老沙起推廣出去。一個社區想要發展它屬於自己的品牌的話，一定要經過包裝，然後一定要經過宣傳，對，所以我就是在負責做這一塊，就是把社區的一些特色、一些產品、一些手工藝品，就打造成自己的品牌，然後上傳到網絡上。屬後台南尖埕島都係沙起老人家作為，一張協商傳導上升。一些資金呢就可以回饋給社區，然後做一些社區發展。這樣子，然後也就讓老人家說，自己做的東西是可以被發現的，然後是有人想要買走的。
除了之外，學生們聽就硬體空間改造，從係了活動立體落學動球，用啲嘅慳嘅竹欄，啲學生們用心打造下，變得重新。社區就跟我們討論說，把它改成傳統的部落屋，然後就是把它拿來做阿美族的展示。竹子去做那個骨架，然後再用竹子去夾那個稻草，做成那個屋頂，然後排在上面。還有那個窗戶那邊。原本那邊也是空的，用那些竹子去做一個窗戶。竹欄處地1970沙溪竹繞頭路後，為先地倆做改造，除係因為大家都看得到，農背街面標容易出名為法律做主題，那一面是係沙溪地圖。之後也會希望，就是遊客來的時候有一些展售空間，然後遊客一來就可以知道，就是社區，整個概況的地圖這樣。經過就奇怪這群小孩子到底在幹什麼，然後其實他們不插手，在旁邊，然後越聚越多人，越聚越多人，然後就有人就會喊說我看不下去了，然後就去幫他。每一個居民，不管他是什麼族群的居民，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參與，然後透過這樣的活動來凝聚整個社區的向心力。40號為經濟為沙溪帶來目標中的刺激。其實他們做這個的時候就有村民說啊，為什麼不來做我們家？哦，他們家也有閒置空間。然後他們從中去看說，這樣子好像可以跟社區一起來配合。慢慢他們會感受到社區有在動，然後他們也會來到社區開始走動，他開始告訴他們自己的想法。我覺得這是我們感覺到社區有最大的不同。倆圈都是嘅話，你嘅學生啊，當夜就走出門走到暗，一條暗辣走到汗流滿路，行出教室，實際去做，就發現地段老顯是個所在。因為你真正去與人溝通了之後，才知道說每一個地區都有它一個習慣，但是你不能用你所學的一套理論去制約它，反而是要去跟社區有互動之後，了解社區的一個習性跟它一個特性以後，我們去改變我們的方法，去修正我們的方法，而不是用我們一套就是在上位者的一個概念去指導說哦，社區這樣怎麼做會比較好。討論腦夾小鬼高機器池，容基民族中心將合會到財體市區。下對都市內界指導，頭一擺啲農村生活研究，目標中嘅生活經驗，指導沒好多動作。鄉下人就很單純，就是很直接，來這邊生活就可以很真，對，然後很自然的就跟大家相處。阿公阿嬷會拿他們自己田裡面所種的一些菜，然後就會說啊，我就坑啲灶卡，啊你就自己來退，自己煮啊呢，我就覺得蠻感動，就是說，我們就多一層，多親近了一點。你沒有實際到農村，你都是一個想象，就是是不是就是每天種田啊？我會覺得以後真的不一定要在都市生活，因為我現在才發現，就是農村它其實是有更多很棒的地方。不管你是做活動、辦活動或做更多的引體，其實這些都是會過去的。不了解的人就會認為啊，這些人就是來好像是玩一玩啊，利用社區還是怎麼樣，然後事情做完了，好像就走了。好像是沒有感情的，其實我認為是不見得的，因為其實很多事情是可以，他們回去可以再去做。冇聽錯問題是喺高樓下天天，唔過第2天拖嚟2張嘢，佢都未變做一掛嘅食嘅呢。法師嘅老感情啲倆，南白毛路移動內都會上到倆。當到復興嘅成員啊，為到做社圖書移動為主，唔過倆啲為眾類嘅學生啊，對沙溪嘅付出，顛倒大部沙溪一個返鄉嘅機會。他們來說是農忙，那個阿公阿嬤很好玩，是來騎摩托車來之後就把他的存檔有沒有就放在這裡活動中心，就很像那個臨時的幼兒園，對。然後他們就來，然後這大哥大姐姐他們就這樣帶着，一邊為社區做社造，一邊為社區服務，然後一邊帶着小朋友。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告訴我們村子有一個想法，有感觸，就是說，其實外面的人都這麼做，我們自己應該要更努力。後生學生哥要嚟先嘅醫生聽人，自家未啲倆學到東西，下為沙溪帶來轉能量，自己沙溪向下好嘅方向嚟發展。互通過程度，佢就相互學習、相互尊重，好嘅循環為技術，上嘅觀念為堅持半下當然，農村嚟為做下一代可能。